虽望武汉肺炎吞大，也毋过咱台湾同款需要外国劳工。最近这1、2个月，刚刚伫咧台中市，到位越南、泰国这国家，拢总1200外个外国劳工来到台湾。一寡工厂业者即嘛烦恼讲，万不利若是无控制好势，万不利引起到工厂大家做伙为着，安尼代志就大条。劳工局嘛特别为了这件代志，较接来宣导。 有蛮多的雇主会担心的，他会先要求移工先在家里自主管理，先隔离个大概14天左右才让他上班的，也是有。肺炎疫情继续抵烧，嘛互未少需要外籍移工的业者真烦恼，敢会将病毒带入来？根据资料统计，这个月台中市新引进的外籍移工对越南、菲律宾、泰国和印尼大约1200个人，因为大部分拢是去工厂上班，就惊会引起工厂的感染，有未少的头家。 真烦恼。如果发生的那些现象，我们会第一个会先送医院筛检这样子。若是新来外籍劳工出现发烧，或者是身体不爽快，就爱随去看医生，而且爱按照规定来通报。主管机关会加强防疫管理办法。针对新入国通报的移工，台中市政府劳工局都会主动做关怀辅导访视。除了加强健康的关怀，宣导过来洗手嘞，尤其是休假出入公共场所，都要注意个人的卫生管理，有特别来印各种。 建议的宣导卡片，提醒这外籍劳工。移工朋友和一般民众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有接获居家检疫或者是居家隔离的通知的话，那雇主是不得拒绝的。头家无配合相关的政策，期限内底无改善，就会按照就服法第57条第9款来罚6万到30万块，甚至2年以内未当搁再来申请外籍的移工。因为疫情的潜伏期无排除会超过14天，台中市劳工局针对新入的外籍移工提高健康管理的管制，就惊一个无注意变做防疫的破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